31年嚟未有調整收費嘅政府停車咪錶，今日起加價1倍。全港超過2萬個咪錶停車位即日起加價，每15分鐘由2蚊倍增至4蚊，即係每個鐘16蚊。我自己影響唔係好大。你話4蚊15分鐘，咁如果附近你揾個停車場都30幾蚊1個鐘，係啊，差唔多有位泊就 OK。check 啊，以前我係有車位嘅，咁啊泊返屋企就得啦，而家唔得啦嘛，冇車位咁樣通街泊咯。咪錶收費31年未有加價，當局早前話加價係希望妥善運用有限泊車位資源，加快錶位流轉，滿足短期泊車需求。不過加價第一日，灣仔依然一錶位難求。朝早10點收費時段開始之後，有司機未有返嚟入錶，繼續泊。係做到嘅，如果警察抄牌，因為你睇下好多 expire 咗嘅，都冇人理。其實好多車位係俾人霸晒嘅，咁一味監冇意思嘅。當然警方亦都需要咧大力嘅執法嘅力度嘅，價格嘅調整咧會有一定嘅效果，但係唔係解決泊車位嘅不足嘅良藥，需要咧係供求嘅平衡啦。另一方面咧係要增加供應，改善替代嘅選擇。今次嘅加價就唔包括旅遊巴、巴士同埋貨車，佢哋嘅收費維持每15分鐘2蚊，即係每個鐘8蚊。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。